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林仔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係 BJX 155避暑勝地江郎山5天團。呢條線路呢，我哋首先會喺福田口岸集合，以及深圳灣口岸集合。預計呢係2個零鐘嘅車程啦，就會到達客家之都河源食中午飯噶啦。呢條線路我哋會帶大家去到南中孔氏家廟。呢度咧係全國僅存嘅2個孔氏家廟之一，係被稱之為南宗。當然啦，夜晚咧亦都會帶大家去到道澤老街。道澤老街咧，大家可以去睇到百年嘅建築群，以及可以品嚐到各樣嘅當地小食。行程當中啦，亦都會帶大家去到藥王山。藥王山咧係集山林瀑布、溪泉、峽谷等景觀，有紅旗險靈壽美優7字嘅特色，亦都會帶大家去遊覽世界第9大奇蹟龍遊石窟。龍遊石窟咧係我哋國家古代最高水準嘅地下人工建築群之一，亦都係世界地下空間開發利用嘅第1大奇觀，被稱之為第9大奇蹟。當然啦，亦都會去到國家5A級旅遊景區，有紅旗貫天下、秀麗隔東南之稱嘅江郎山。喺行程當中啦，亦都會帶大家去到水亭門啦。水亭門歷史文化街區，歷史文化遺傳最豐富嘅街區。街區入面呢，有廟宇啦、宗祠啦、會館啦，以及城樓古蹟，以及成片嘅傳統民居。以最短個時間、最優惠個價格，去到最多個地方，睇到最多個景色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話呢，真誠咁希望大家可以轉發分享出去，或者係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報名啦。